月之內就破咗2次紀錄，由王傑維帶大家睇下。呢張卡有乜意思？呢張又會唔會易明啲啊？再唔係記晒呢幾張差唔多圖案㗎啦，都話難啊！但係呢度有388張卡喎。好，呢位記憶學總會主席就話得，就咁行下睇下，1個鐘頭唔使就話得。希望咧喺我哋07年咧，好撈亂晒啲卡嘅次序，等你排翻啱。不論係自己嘅事業啦，其中呢65張仲要全部排翻晒，係咪得㗎？一半一半咧，我諗都係一定唔得。點解咧？咁冇信心對佢？冇可能，我覺得。人人潑冷水，咁睇嚟係有啲難度噃。終於用咗2個幾鐘頭砌掂晒，但係錯咗5張，得383張，都係新紀錄啦。可唔可以示範下點記呢？係我想象咧，有個人咧攞住本書啦，咁本書一劈落個馬路嗰度喎，阻住啲車行啦。有個人廣播咧就話：喂，邊個擺啲書喺度啊？阻住晒咁樣。我應該係戴耳塞啦。我今次就係輸，即係我真係衰在冇戴耳塞，因為頭先有干擾，分咗心嗰刻。05年一個印度男仔記得200幾項嘅雜物就刷新世界紀錄，咁今次李玉娟俾佢記多接近160項，如果獲得確認，就會係香港人喺07年嘅第1項世界紀錄。有線電視記者黃傑慧報導。